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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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啦，是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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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亚米，亚米，你怎么了？哆瑞咪精灵，叽里呱啦精灵，我肚子有点痛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你不要担心哦，我带你去找猫头鹰医生。可是我肚子太痛了，可能没办法走太远。没关系，那我可以使用瞬间转移术，大家抓紧哦。浩克转移。阿迪哥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想说暑假没事就来猫头医生这边帮忙啊。你们怎么？亚米怎么了吗？我刚刚跟叽里呱啦精灵本来在啦啦啦啦啦练唱歌，结果亚米就这进来，他肚子痛啦。肚子痛哦。那亚米，有先挂好冇？有先挂好冇？有先挂好冇？意思就是你有没有先挂号？没有哎，刚刚太慌张了，忘记了啦。没有啊，那有带健保卡冇？阿迪古，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有没有带健保卡啦？有哦，阿迪姑，给你。在这里。好，那先进来找医生吧。来，小心哦。小心哦。哎呀，来，哎，你怎么啦？医生，我肚子痛。哦呦，好，来，让我看一下。哦，哎，你昨天吃了什么啊？我吃了薯条和炸鸡。哎，以后吃东西啊，还是要慢慢吃，这些食物要少吃点，要多吃青菜和水果哦。亚米要记得，爱多吃抢菜同水果。爱豆丝抢菜同水果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多吃青菜跟水果，这样才可以当个健康的好宝宝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医生，谢谢大家。那叽里呱啦精灵，你再用你那个瞬间转移术，送亚米先回去休息吧。没问题呀，叽里呱啦。有先挂号冇？意思就是你有先挂号吗？有带健保卡冇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有带健保卡吗？爱多吃抢菜同水果，意思就是要多吃青菜跟水果。今天教各位的课语有没有都学会了？学会了。很强哦。同學來講好，食飯前愛寫數，食飽愛糖同在。阿爸阿妹都對愛講，愛係乖聲兒。同學來講，阿鬼做，個態路夾夾行，鐵台排天。